成日聽到話攝高枕頭諗清楚，話你知其實枕頭攝得越高你就越糊塗。你以為係諗緊計，其實你喺度慢性損害緊自己嘅脊椎啊！試諗下，當你嘅下巴貼住胸口，後頸肌肉拉到最緊，呢個姿勢就會直接壓迫呼吸道，令你嘅呼吸變淺。而大腦就係最需要氧氣嘅，連氣都唞唔順，你仲點樣諗得清楚？醫學研究指出，超過12cm 就屬於高枕頭，大約就同一個紙巾盒差唔多啦。超過呢個高度就會導致頸椎反自然彎曲，壓迫輸送血液去腦部嘅椎動脈，令供血量大減。唔單止越諗越亂，仲會導致慢性頭痛同埋記憶衰退。唔信？你依家試下用力壓低個頭，係咪覺得個腦袋會脹脹地，呼吸有啲唔舒服？想頭腦清晰，你要嘅係深度睡眠。記住，枕頭係用嚟墊頸，平瞓嘅時候，耳朵同膊頭都要成一直線，保持呼吸道暢順。其實攝高枕頭諗清楚，係叫你延遲決策，唔好衝動，俾啲時間同空間自己。share 埋俾你個 friend，睇下佢諗咁多，不如早啲瞓啦。